低呢個開發成本啦。同時啊，一定要加強遊戲嘅新意啦，同埋啲嘅可換性啦。咁畢竟 AI 咧仍然未有呢個創新能力，亦都未了解咧遊戲背後好玩關鍵點嘅。咁總括而言啦，任何以前咧被認為咧有護城河嘅企業，喺 AI 咧迅速發展嘅時代咧，應該盡快利用 AI 作工具加強營運實力，以免俾個市場淘汰嘅。我今日分享係咁多。唔該晒大豐銀行分行行長鄧兆雄先生。我哋現時繼續接聽聽眾電話，係有蘇生㗎，早晨。係兩位鄭小姐主持早晨，高生早晨。早晨。3年嘅央積金，4年嘅消費卡，盡快歸還。全澳公務員主要紀律部隊啦，追補葡國時期嘅退休形式福利，唔好怠慢啊！咁我上個禮拜已經就去檢舉咗你哋2名少女啦，因為佢打斷我嘅通話，去檢察院檢舉咗啦。第一，佢誣衊我話我侮辱呂敏強，同埋我講緊習主席嘅嘢咧，佢居然打斷咗。咁我再講咧嗰個警務問題啦。我去司法警察局9月10號舊年第一次報案，佢 OK 叫我寫低啲嘢。第二次佢一樣係咁寫低晒，做好晒文件。第三次佢話喂，唔知喎，你追上邊喎，唔關我哋事喎，我同你做晒噶咯。咁我嘅追邊個啦？薛仲明局長我由細睇到你大彩虹村我同智叔好熟噶，我跟佢噶以前所以你立即去處理嗰個問題。嗰個問題係咩咧？佢就侮辱葡籍人民，拉牛上樹，教而不善，有為有不為，唔得做公務員。嗰個侮辱咧，我一定追究，因為高天賜同山圖師同我開會交由我處理，佢哋唔得閒。咁咧，你哋咧繼續講台灣，我過1-2日咧，我就去特首辦國安委控告你哋搞台獨。我而家懷疑你哋澳港事係張厚入、張有含同埋劉振立嘅黨羽伙團，我唔會放過你哋嘅。講翻澳門啦，或者咩？澳門咧嗱，如果你唔講時事話題，我哋真係要收。我而家講緊時事啊！係啦，嗰啲唔係時事啊！國情唔係時事啊！佢太激動啦，亦都喺度大叫。我情咩？你喺度大叫！時間講佢自己個人嘅。我話俾你聽，個人。咁因為我哋你唔係講個人啊？可以討論。討論。咗先，唔住我哋。即係大家都成日聽我哋講呢啲説話㗎啦。係。司法程序係唔方便，係大氣。司法程序啊！未到司法程序。呢兩個冚家鏟去死啊！仆街！好啦，咁我哋仲有又檢舉你。緊咗神。好。